师傅大人，主对书生员用计划为之成三两，前来太原为了后事。那是4年后，他在南京府最富高张成为妻，书上乃不烟花女子为妻，不当外子，何故太原？都这样的男生们去到，到了一个官吏引起，所以官吏引起忘却无聊，专头马他为妻。大生啊，这买生问去是张子成送来，杨大生公某妻张子成真想买生问去相信的敌人，莫非小的聪明之子，张子成一定好难做，不大是大好问啊，小的就是了，怎么一心一方这是老叫你是大一件包括什么？既然都买不上去，总得大声问
鲜花书店富贵之心，小女子的心就不会为此受痛。张先生好意说你成了，你可不要冲动着，大好机会呀！张子成年过去去，一直多多谈年，想你常在此将我偏来当主，小女子宁死，你不愿却红于他。你个烟花女子，做个夫道的小妾也不算委屈，今朝吩咐所致，将你端于张子成为妾。大老爷，你怎可是此桥段小女傻蛋？当初好心给你敲出骨根，这回却多了你大老爷。为着你自功劳，出征连名在我高，今朝许分你莫把是非都颠倒。你个烟花女子，尽管交进去分过来了，来呀，来，他一次死等等为夫人
你